内政部移民署委托到台中的静宜大学，为去年8月到今年1月，针对着新住民来办理着文化人才的培训计划，也就是来培训这个老师。有137位完成着初级的课程，也有92位通过正级的训练。学校特别伫东协广场来举办着成果展览会。 内政部移民署委托静宜大学办理新住民多元文化人才培训计划，校方嘛特别选伫东协广场举办成果展。毕竟这次是一个第一次的这个培训活动，也希望每一年呢都能够增加这类似的培训活动，让我们的新住民跟新二代的优势呢能够更加的这个凸显。 透过专业老师和课程设计，除了了解台湾无工族群的在地文化，嘛分享各国民俗风情。和学员透过训练得到证书了后，未来嘛会当变做台湾和新住民母国文化的重要桥梁。口语表达跟自己制作简报如何去把那些文化、自己的国家的文化传达给更多的人知道，这样子。怎么教小朋友学到母语，还有那个教小朋友是台湾跟越南哪里文化有差异这样。未来得到证书的新住民学员，除了协助各服务站推广文化的交流，嘛会当提供给企业，和更侪新住民和新二代会使参与公共事务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